嗱，呢度呢就係新界北區嚟嘅，呢度係上水彩園村啦。咁啊，民間電台呢就同呢個政府呢就話攞一條青路啊，咁啊政府呢就同佢哋講呢，就話 FM 嘅頻譜呢已經敷晒㗎啦。咁我哋而家呢就嚟睇下係咪真係敷晒先。啊，呢度呢有個大陸台喎。那麼經過研究，佢講乜鬼嘢啊？佢決定在我們深圳廣濟醫院鼻咽炎防治中心啊，特別舉辦這個89.8啊，又講緊啲性病啊。大型的鼻咽炎援助公93.9啊，大陸台啊。95.8又係大陸台。其實當年它是以20多塊錢的。101.2啊，又係大陸台。我哋自己嘅嘢。103.0啊，又係大陸台。剛剛大家聽到的是由105.7又係大陸台嚟㗎。咁啊，呢個大陸台呢，仲多過香港台啊！香港台都冇咁大聲啊，全部係大陸台啊。知道佢係咩？花球拳。免息係嘛？係啊。有冇 tip 啊？94.2啊，又係大陸台。就係嗰啲援助公益活動。那麼在這項活動裡面呢，我們醫院也將推出了很大的優惠啦，很多費用是免費的，包括我哋講乜鬼啊？哇，鄉下話又係講性病啊！免電子數碼耳鼻喉內窺鏡檢查費。忘了給弟兄們放幾天假。97.1啊，大陸台啊。馬天成帶着愉悅的表情走了。呢個104.3啊。好，時間到，現在的價格是311元。那還有一位這個比較專業的影評家，他也認為說劇情有點。我係谷德超，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，請用手機發一個空白短信到50881903，捐出5蚊，支持香港詩歌。商業二台啊。會公路賽贏得冠軍，71手喺濟南東。那麼現在影響方面有治療的問題還是？所以到依家咧就係長長久久永結同心啦。咁點解咧？依家嘅人反而香港政府啊，真係冇呃你㗎 ，FM 頻譜啊真係敷晒㗎。原來啊可以裝得落13個大陸台啊，由朝到晚啊不停咁樣講性病啊，可以裝13個台，竟然容納唔到一個民間電台啊！度痛啊，醫生就判斷可能你嗰條絲撚管痛啦，有炎症或者卵巢有炎症，唔係咁簡單嘅。佢有炎症都好多病毒細菌微生物會導致佢有炎症。去大型正規嘅專科醫院嗰度做檢測做化驗，檢測清楚化驗準確，拍照清楚係乜嘢問乜嘢病毒細菌微生物導致卵巢發炎，或者有冇積水積膿。檢測反應拍照出嚟，針對性嚟醫，好快搞得掂嘅，好快醫好嘅。三寶，咱們用完4個療程，完整的治療週期，我們就是一個健康的男人啦，家庭生活會更加幸福、更加和諧的。您抓緊時間撥打電話，要求訂購，買一個療程獲贈3盒，這個優惠就可以了。找的錢啊，同時呢，還能夠把我們的肝病啊，徹底的來治療好。好，聽眾朋友，歡迎您呢每天的準時走進我們的特別節目，讓我們共同。都沒有復發。對，為什麼很多吃西藥降壓的人忘了帶降壓藥，突然之間第二天呢血壓特別的高，導致中風呢？它第一就有依賴性，對，第二呢就有耐藥性，第三呢就有傷害性，對，所以說它呢對肝腎。小腹右邊又好，左邊又好啦，右邊又有絲撚管，左邊又有絲撚管。小腹嘅右邊又有卵巢，左邊又有卵巢。如果你係感覺到邊痛嘅話，就有極有可能係呢一邊嘅絲卵管或者卵巢有炎症，或者呢嗰度有包塊，或者嗰度有囊腫、有積水。咁到底係唔係呢？你咁樣問到我只能夠俾呢個回答俾你。